台湾樱花去年通报讲有484只海底海岸海龟靠山，7成发现的时已经死亡了。其中有4件是热心的民众家己先把动物杀登去海里，这电导有危险。海保署佮学者就指出讲，动物靠山的时，身体就已经真虚了，上好是间救援团体来处理。 4只海洋去年10月一体靠潜伫台中沙埔，其中2只经过救援了后，成功野放转去大海。但毋是每一只靠潜的动物拢这么幸运。根据海保署统计，去年全台湾通报靠潜的海洋海底有159只，最后死亡150只；靠潜的海龟有325只，死亡248只。鲸豚它其实是高度仰赖水生环境的动物了，它需要靠水体来支撑它的整个身体。搁浅的时候，对于它的整个身体的那个包括内脏啊等等的负担，造成紧迫而死亡。海洋海底也是海龟靠潜，可能是因为破壁受伤，或鱼船掠到，也是废弃鱼网啊电到等原因。而且靠潜的时阵，通常身体已经真虚。海保署发现，去年有3件海洋海底甲1件海龟靠潜案件。 热心的民众伫救援人员到进前，先试着搭地将因杀登去海内底，颠倒造成死亡。他的体力已经不行，你又把他推回去，到时候又换气换不好，或者说他过于紧张，他气孔不预期的开合，刚好一个浪泼进来呛水，呛海水是很严重的。第二个就是常在搬他的时候，你以为像拖一只死鱼把它拖回去，你可能让他的脊椎也伤到，让他所有的这个韧带也伤到。 因为海洋海底甲海龟拢靠气部喘气，无经过检查就凊彩杀登去海内底，恐惊造成伤害。海保署提醒，发现靠潜的动物的时阵，民众要赶紧通报海巡，唔通搭地球，嘛要避免伫现场吵闹，以免造成靠潜动物伤紧张，也是延误救援的时机。公视新闻陈环宇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